有大約20人喺 BC 省長金寶爾選區嘅辦事處外面舉牌示威。今次呢已經係佢哋1個月內嘅第3次行動，目的係要喚起公眾關注，同敦促省長正視 Paul 同 Sabbath Bain 夫婦嘅事件。佢哋要求呢就係送翻Paul 同埋 Sabbath 嘅3個細蚊仔翻屋企㗎。咁幫呢對夫婦爭取攞翻3個細蚊仔嘅就係愛家公義聯會嘅主席張祖律師。佢哋3個仔女呢係2007年10月22號俾兒童廳捉咗佢嘅，咁就話個細女呢有遙晃嬰兒症咁啊，咁啊到呢11月下旬呢2007年呢又俾嗰2個仔，即係2個大佬個仔呢翻去阿冰太太個父母屋企住，就俾阿冰父母呢又一齊住，又搬埋入去。到咧一路如此咧，到6月2008年嘅時候咧，喺 Global TV 一爆嘅呢單嘢出嚟咧，馬上取消呢個安排，捉翻呢2個仔。再加埋咧，呢2對夫婦咧，根本佢哋因為呢件事咧，屋又賣埋，個太太係教琴嘅，連個鋼琴都賣埋。咁而家咧就夜晚做咧清潔工人，咁日頭咧1個禮拜可以有3次去探望啲仔女。咁你話你又逼到呢個家庭係點咧？咁假定如果人哋話唔係喎，佢保護兒童啦。而家呢個2對夫婦咧，已經係揼唔少錢，傾家蕩產嚟請咗9個醫學專家，都係遙晃嬰兒症嘅9個，英國、美國、加拿大，佢哋個詳細嘅意見書咧，亦都係俾咗兒童廳嘅。咁但係咧，兒童廳咧就一於不理呢9個嘅專家。仲且咧話，如果第日係開庭嘅話咧，要佢哋咧飛呢班專家過嚟溫哥華嚟盤問，咁樣咧甚至個法官都有啲同情咧，都話可唔可以用呢個 video 嘅 conference 嘅嚟盤問啊？兒童廳都要堅持。佢又拖延喺法庭，咁而家拖咗幾耐？2007年呢個10月一路拖到而家，咁佢呢3個細路咧都係早出世嘅，即係未夠月出世嘅，都係需要特別照顧嘅，咁所以佢2夫婦非常擔心。而家咧都係法庭嗰方面，佢哋喺度咧盡量拖延，啲仔女咧放翻嚟。80過㗎啦，80歲
西人，希望佢攞翻地仔我咯。